豆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55集，351条。伊的裤底因为拍球所以裂甲遮大空就是他的裤子因为打球的关系，所以裂了这么大一个洞咱下面有4字通好选，第一字这字读作字，过字的字第二读作字，第三字读作字袂使读作路啦考虑的路嘛第四字读作离，嘛是读作离啦这离是离开的离352条。对顶摆开始，因两个人就liah-phuà-bīn就是从上一次开始，他们两个人已经撕破脸了下面有4字听选，咱第二这字读作离破破做的离第二读作离第三字读作裂分裂的裂痕迹啦第四读作裂掠交替还是掠人的掠353条。Soh-á小喊的就会使，就是绳子稍绑着就可以了咱下面有4字通啊选，咱第二这字读作hand慢的hand第二读作hand啦，应该叫做hand才对hand。第三字嘛读作hand寒冷的寒，第四字嘛读作韩这是韩国的韩，所以这4字其实拢是读作韩啦354条。顶礼拜日伊佮女朋友去碧潭佮-tsûn就上个周日他与女朋友去碧潭划船的意思咱下面有4字通选，第一字读作個，個數的個，第二字個同款個，第三字故，故事的故，第四讀作歌個土豆腐的歌355條。迄个千金小姐真爱thio-hue 不是thio-hue，叫做thio-hue tshiah-siù 啦thio-hue tshiah-siù就是因为千金小姐她喜欢挑花刺繡类似十字绣，还有类似那个女工有没有那个thio-hue tshiah-siù咱下面有4字听我选，第一这字读作thio，第二读作挑咱譬如讲你最近挑袂少，这字嘛是这字挑啦第三字读作丢，就是丢一个丢，第四读作淘好，感谢大家收听。